哎，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是真好的天气哈，咱用欢喜乐的心情来到上帝的殿堂，来咱做伙来看17首圣诗17首。咱若会用的，请你献开咱的圣诗哈，因为伫圣诗顶头伊有迄个歌谱，若有即个歌谱呢，咱就较知影迄个音的关系哈。安尼会当帮助咱唱歌较好吼。好，来，咱来看即首诗。即首诗是伫诗篇98篇内面讲，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因为伊捌行奇妙的事吼。在即首即个诗篇90篇内面呐，就是咱今仔日唱诗歌有5节吼，伫5节内面。伊就咧表现即个诗篇98篇内面所写的吼。好，咱海顶下唱第1节、第2节、甲第5节吼。好来，有一个前奏哦。主上帝，主心挂好路意，流放主上帝，主心挂好路意，流放主上帝，主心挂好路意，流放伊出声，主挂好路意。第2节，主极大管理，也记数尽奥妙。主极大管理，也记数尽奥妙。主极大管理，也记数尽奥妙。有欢喜出声，主挂好路意。第5节，主必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主必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主必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有欢喜出声，就挂好路意。哦，真好哈！这首歌有较紧淡薄吼，啊，毋过呢，希望咱较顶下唱的时阵吼，会当唱出咱的喜乐。好，咱即马过来看194首。好，咱请诗情帮甲咱弹一解吼。这首歌是伫诗篇199篇18节安尼写，讲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吼，伫这首歌内面有3解，伊讲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的耳孔，互我听见；佫一个是啥？开我的喙唇，互我意爱。哦，所以第1节、第2节的时阵呢，就是甲咱讲，咱要看见圣经的启示，咱要听见上帝福音的真理。第3节就是咱的行动，开我的喙唇，互我意爱，要传播真理到逐所在。哦，所以每一节拢有伊的意义。哦，咱做伙来唱第1节、第2节，好。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所示，伊予看
咱过来看过来这首哈，624首，对吧？对，624首哈。这首诗歌咱较毋捌唱过哈，所以咱原来请苏琴甲咱弹一解哈。这诗歌内面拢总有4节。耶稣要得带路到天顶问候，道路虽然青青难行，我要坚心好打进前，愿主伸手牵到祖家平安。即个吼第一节到天顶问候吼，天堂咱改做天顶问候。所以这个敢若有这个天堂，拢改做天顶问候吼。后来咱做伙来看卖。来，耶稣又传到高天顶问候，路路虽然凄清。这节的歌词比较海款吼，咱来看第3节的歌词，咱用念一解好不好？咱若有烦恼，祈祷就消无；虽然有果拄着试炼，求主暂我吞忍无善。天开，互我看，忧闷就消散。吼，咱看，好。第4节的歌词吼，甲咱搁念一解。耶稣要带路到天顶问候，天顶救主犹原只是常常安慰扶持保庇，互我稳当到踮伫天白斗。好，咱来搁来唱第3节一解，好不好？来。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祈祷求上帝，伊就带咱吼。好，咱今仔日练习到这，准备咱的心来开始。
请咱闭慢心敬拜上帝。耶和华安尼讲：恁着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我的公义要显明。人安尼行，世间人安尼持守伊，守安息日无干犯着，禁止家己的手无做歹，迄落人有福气。三甲来吟圣诗，圣诗17首，圣诗17首，着向上主唱新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同心来祈祷，着自身看耶稣，就是做神的源头甲请尾的，也是阮所信靠、永远伫地耶稣基督。你有忍受凌辱，伫十字架顶完成救赎法度，了后带着国外荣光，打一个上帝的大屏，还佫得替众人类祈祷恳求。当阮来到礼拜堂守主的圣日，同心自执，献阮的敬拜甲感谢。我嘛祈求主保守遐个受阻挡袂得来到教会的兄弟，也是冷心倒退离开教会的谈判。恳求主悠然带领，怜悯扶持，帮助凡所欠缺的，搁要引带赎回，找因倒转。阮知上主是爱。上主的爱是临到世间众人，无论是有能力无能力，主拢要看顾。耶稣捌讲，这时减毋是有12点钟，人若伫这时行，就袂跋倒。这是主教示关系时间的运用。天父安排，互每一个人这时拢共款有12点钟，袂加天延长，嘛袂减少缩短。阮打着爱惜光阴，毋通运用伫无利益、无帮助的事项，致到白白浪费，拍算无得到正面的效果。所以，着逐工把握时间，照时来做，做利益家己、利益众人，阳光天父的工，互阮的生命丰盛，阁有意义。上主伫阮做逐项代志，拢有祝福，要甲阮看顾，也甲阮同在。互阮拢无欠缺甚物。最近台湾伫立法院法案审查，行政院提出复议，种种议题争议，引起伫教会四周围有真侪抗争的活动。阮迫切恳求天父守护台湾这个国家甲人民，有公义、和谐，有自由甲民主，通安居乐业伫这块岛屿。因着安尼，济南教会也做受注目的焦点。进前有攻击帮赞真侪参与活动的人，也有关心伫遮为台湾的前途来祈祷。阮教会历过每一个时阵，拢会拄着内外无共款的变迁甲挑战。天父疼惜阮，时时看顾，步步引带，互阮领受，搁得到造就，伫信仰有好的追求。帮助阮，着靠圣神勇敢向前，常常警醒，搁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也要做光做盐，荣光主的名。天气渐渐炎热 ，COVID-19 疫情最近也在增加，引起不安。求主保守阮教会大大细细身体健康，有好的抵抗力，也守护互阮欢喜快乐的心神。重新得到开力，特别也看顾医治身躯欠安的兄弟，早日健康。这是阮同心要照主耶稣，甲是阮的祈祷来出声。阮伫天灵的爸。所有代代无尽，阿明，请坐。来看圣诗后面的启应文，启应文第52篇，启应文52篇，咱三甲来交托。恁着找做卯星甲参星迄位。叫海水来拼伫地上，以互强猛的人忽然灭亡。恁怨恨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因为恁欺压散赤人。恁用雕琢的石头起厝。
毋久袂当踮伫迄内面。我知恁的罪过有偌济，恁欺负义人受报路，所以通达的人伫即款时势会静静无讲话，着追求良善，毋通追求邪恶，才有活路。着怨恨邪恶，以爱良善，审判的时主持公道。上主讲：我厌恶，搁看轻恁的节期。虽然恁献烧化祭甲素祭予我。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祭，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总是着予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来吟圣诗194首，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同心过来祈祷，感谢天父，予阮有福分领受你的疼痛，搁对你得到教育的快乐。你是将黑暗变做光明的救主，阮感谢主用各款方式，随时来保护帮助阮，有新的活命，通行伫公平、正直、美善的道路顶面，也有好的言行举止，归荣光圣名。阮同心祈祷，靠主的名求，阿门。
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第5章，以赛亚书第5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7节。我为着我所亲爱的唱歌，唱一首有关伊的葡萄园的歌。我所亲爱的有一区葡萄园，伫一个肥水的山头，伊掘土将石头拢削角，然后种真侪上好的葡萄树。伊伫园内做一个守望台，搁挖一个大葡萄的窟仔。伊期待会出产真侪好的葡萄，毋过所结的拢是歹的。当耶路撒冷的住民甲犹大人啊，请恁伫我甲我的葡萄园中间主持公道。我着搁为着我的葡萄园做甚物？兼有甚物我还做无够？我期待出产好葡萄是安怎所结的，拢是歹的。当我甲恁讲，我要安怎处理我的葡萄园？我要将园的篱笆拆起来，互伊受破坏。我要拆毁园的围墙，互因受吞踏。我无要修剪，我无要搁修剪，无要搁摊草，要互园荒废，互刺仔杂草发甲满世界。我嘛要命令云无落雨伫遮。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以细字栽种的葡萄树，是犹大的人民。伊所期待的是公平，毋过所看到的是杀人闹火。伊所仰望的是公义，毋过只有听到人发冤枉。愿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成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时要请妇女诗班来献诗，人生的路有主引带。我
这是请陈永文牧师来讲道葡萄园的歌。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妇女诗班今仔日用《人生的路》有主引带这首歌来引带咱敬拜上帝。酸甜苦涩，伊拢陪伴伫身边。人生的路有主引带，毋惊大风雨，只靠主耶稣。风影看目我，犹原有耶稣，是真水。在讲起人生起起落落，有主继续陪伴的一首诗。今仔日咱来进入以赛亚书的第5章。第5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为第5章一直到第10章第4节，是一个规段内底有真侪特别的信息，嘛是共款起起落落，有讲起审判，有处罚，但是嘛有愿望，嘛有期待，咱今仔日的第5章其实分做2段，第一段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葡萄园的歌，是一首为着爱人所唱的歌，但是呢，伊的主题是延续进前第1章30到31节，以及第3章1节到4章1节同款的主题，就是对耶路撒冷提出审判。搁落去，咱后礼拜第8节一直到最后30节，是一系列的哀歌，然后最后讲到外来的势力要来侵犯这个犹大国，这是咱进入一个新的段落的部分。一开始唱一条情歌，短短若定一节半若定，但是拄啊唱的时阵，咱就会联想到迄个雅歌内底，迄个爱人中间彼此伫遐对唱迄种的情景。然后讲到葡萄园，嘛会互人想到讲迄个在收成的时阵，迄种真欢喜的情景。但是无想到，今日这首情歌突然大转折。头前咧敢若要唱真水的一个情景，后壁急转直下，咱讲安尼规个大转折，大出来是失败，是拒绝，是审判的主题。会当讲是以赛亚书一个差不多讲另外一个高峰啊，点出真要紧的神学的主题，咱到最后的时阵，才来做最后的结论吼。这段拢总会当分4段，1节到20节一段，3节到4节一段，5节到6节一段，最后第7节是一个收尾吼。一开始1节到2节，讲我为着我所亲爱的唱歌。咱读到这段的时阵，咱毋知影讲是啥人咧唱歌，伊所亲爱迄个人是阁是谁？因中间有甚物款的关系，咱拢毋知影。一直读到最后第7节，咱才知影讲，原来唱歌的毋是上主耶和华，是另外一个人咧唱歌。应该就是咱今仔日的作者、诗人、先知。这首歌呢是为着上主唱的，主题咧讲起伊的葡萄园。到第7节，甲咱讲。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所以这个歌的背景背后其实是上主甲以色列民族中间真特别的迄个感情的关系，敢若雅歌伫遐咧唱两个爱人中间的关系。这首歌为下半第1节的下半开始，到第2节就结束，短短只有1节半。我甲这个爱的歌搁念一解。我所亲爱的有一区葡萄园，伫一个肥水的山头，伊掘土将石头拢
扣迄角，然后种真侪上好的葡萄园。伊伫园内做一个守望台，搁挖一个大葡萄的窟仔。伊期待会出产真侪好的葡萄，毋过所结的拢是歹的。伫遮咱看到诗人用一系列的动词描写上主怎样咧疼惜即个葡萄园。伊遐讲掘土，将石头扣迄角，种真侪上好的葡萄园，做一个守望台来守望，搁挖一个大葡萄的窟仔，将来要来收成即个葡萄。这拢是真水的动词，咱若捌做事的人就知影。哦，你要种一寡物件，种花啊、种草啊，拢好，你一定要用足侪心神，伫遐掘土、扣石头、整理迄个园仔，哦，可能还佫野肥、照顾，互即个园仔会当好诶收成。而且用这动词咧描写上主疼即个葡萄园，但是佫落去，迄个动词就互咱小可着惊，伊讲因为伊期待即字是今仔日即个葡萄园的歌的关键字，咱会看见每一段拢会出现。期待这当然是起造即个葡萄园的目的嘛。伊伫遐慷慨付出这个关心甲疼，是爱得到代价，毋茫得到代价。伊所期待的，就是讲种的葡萄园会当有好的收成。但是，咱的这条短的歌到尾啊，讲到园主大失望，因为迄个上好的葡萄酒所结出来，是真悲哀，无人要吃的野葡萄。哦，咱的台语圣经讲是歹的。现代中文圣经啊，翻做讲搁酸搁涩，会当讲葡萄已经变种啊，变种啊。这是咱第一段读到这首诗歌。第3节到第4节，迄个情景变换，对歌变到另外一个敢若咧辩论的场所，啊是讲咱讲法庭审判的一个法庭。伫遐上主伫遐问，当耶路撒冷的住民甲犹太人啊，请恁伫我甲我的葡萄园中间主持公道。伫遮若亲像上主伫遐咧问听众因的意见，我着怎样处理即个葡萄园？我安尼甲疼惜，结果伊甲我生出歹的葡萄。我要怎处理这个葡萄园？而且伊咧问的这个听众，咱读到上尾啊第7节，才知影讲，因本身就是被告啊。伫访问的人，到尾也是去用控告的对象，因拢犯不义甲欺压的罪，嘛无通有借口，因为上主本来互因遐尼侪好物。互因遐尼多的犹太，结果无产生好的结果。而且，伫讲起耶路撒冷的住民甲犹太人，互咱知影今仔日即个披露，主要是针对南国犹太咧讲的。因为无得到适当的答案，咱看见第3节甲第4节中间迄个语气、文类拢改变，表示讲。园主甲即个园仔中间关系已经变足大出问题。伫遐主人讲，我着搁为我的葡萄园做甚物？兼有甚物我还做袂到？即句话讲起来是真严厉的一个问题。我敢做无够吗？结果搁落去，咱看见
期待即字动词佫出来。我期待出产好葡萄，是安怎所结的，拢是歹。期待结果失望，失望。读到遮，咱看见主人原来迄个热情，伊专心专意要付出伊所有来为着即个园仔，迄个热情已经冷啊。咱讲迄个 passion 迄个激情已经无啊，因为葡萄园失败，双方的关系陷入伫危机中间，所以园主决定讲伊要放弃即个葡萄园。接落去，咱进入第3段，5节甲6节，伫遐园主佫一摆发言，表达伊所做出的决定，讲呾，我甲恁讲，我要怎样处理我的葡萄园。接落去，咱佫读到一系列的动词，但是拄啊较头前一系列的动词是倒并的。即届所有的动词拢是负面的，拄啊将头前1节到2节内底遐正面建设性的动词，拢甲抹消去啊！而且讲，我要甲迄个篱笆甲拆落来，我要甲围墙甲拆毁，我要互园荒废，我要阁命令云无爱落雨伫迄个所在。这一系列的动词，拢总是负面的，意思就是讲，园主无要阁照顾，无要阁关心即个园。然后，这系列的动词的后壁，阁造成一系列被动的动词。遐讲，福音受破坏，福音受吞踏，无要阁修整，无要阁摊草，要互刺仔杂草发甲满满是。园主原来用心经营的迄个葡萄园，担尾拍远，去用放弃到无法度修复的地步。刺仔杂草即字，伫以赛亚书内底是一个真要紧的上灯。咱其他的翻译本翻做荆棘、离棘，荆棘甲棘藜，伫以赛亚书内底，即句话就是咧讲，代表以色列人要灭亡的上灯啊！特别咱在读第5节甲第6节的时阵，真紧就会读到，伫遐描写的情景，咱讲墙去用拆毁，篱笆去用拆毁，那像咧描写外人入侵的即个情景，外人要侵略即个国家。咱知影，伫即个所在真有可能咧描写亚述国要侵入犹太国的一个故事。即咱搁落去第6章，读到12章，真主要的关心拢是咧讲这亚述国入侵的一个过程。到遮，咱看见规个葡萄园的歌，到第5节、第6节各有一个段落，但是最后第4段的第7节真要紧。第7节敢若要为着头前的即个披露解码，咱读第7节知影讲原来即个故事是咧讲啥物啊？而且讲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拄啊，讲迄个葡萄园安那照顾到要死，结果规个拢歹去。讲到尾啊，结论讲，即个葡萄园就是你啦，就是恁啦，就是恁这以色列家。然后佫讲，以色列栽种的葡萄树，就是犹大的人民。就明讲，即个以色列家就明讲内底的人民。所以今仔日的即个譬如意思真清楚。伊的对象就是以色列人，还是犹太人？因必须爱对万军的统帅做出交代。因爱生产啊，爱结出好的葡萄啊。若无，因就无法度得到
耶和华耶和华继续的关心甲疼惜。其实讲起用葡萄园来披露以色列，这毋是以赛亚家己独创的，伫其他的先知的作品内底拢会读到。咱去读耶利米书、读以西结，甚至读诗篇，拢读会到。就是讲用葡萄园来披露以色列。到第7节的下半节，搁较要紧的主题出现啊！咱读到第7节的下半段，才知影讲啊，这个披露有真深的一个神学的意涵伫迄个中间，将以赛亚的神学真清楚甲咱表达出来。伫遐讲期待，嘛是伫遐共款讲期待。上主期待什么？伫遐讲两项。上主所期待的迄个结出来果子，就是公平甲公义。公平甲公义，咱敢若最后结论，过来甲伊做详细解说。这就是以赛亚书上要紧的主题。上帝所期待的，就是公平甲公义。但是真有意思的是，诗人伫这个所在，用两组发音真成的两组相关语，双关语，要表达出上帝所期待的，甲实际上发生的迄中间的落差，咱讲一种反差，反差。啊，这两组的话，用希伯来文发音非常活，读起来敢若双关语。头一组伫遐讲，上主所期待的是公平。但是所看到的，却是豺狼闹血。公平，希伯来文讲 mishpat， 豺狼闹血 mishpat， 足成的 mishpat。上主期待公平，结果看到豺狼闹血。第二字的这个 mishpat， 原文的意思就是流出来。outpouring， 咱讲 outpouring 流出来。换句话来讲，先知用足具体的一个表达方式咧讲，社会内底侪遐个丧乡人，因的性命的火一直咧流，渐渐啊伫遐流到尾也要死去。而且先知讲是一种经济的手段，用一种经济手段，互丧乡人受伤。慢慢啊流血，到最后死去。伊毋是谋财害命，哦，伊是用无公正的经济政策，只慢慢啊，一步一步，互遐个无资源、软正的丧乡人，伫遐性命流，敢若流血来死去。这是头一组的话，期待公平。结果看到的是豺狼闹血。第二组嘛真有意思。第二组的话讲，伊期待公义，结果听到的是化冤枉。化冤枉。公义是切达卡，化冤枉是切阿卡。听起来嘛足像的，拄啊双关语。上主期待切达卡，结果听到的是切阿卡。切达卡是旧约圣经非常要紧的概念，那亲像 shalom， 迄个讲和平平安，就是讲所有的关系拢真正确，所有的关系拢诚做一种互相补足的关系，所以迄个团体变做真水的一个共同体。但是切达卡这句话是化含，伫遐化含。有声音伫遐发出来，伫讲当社会政策无公平的时阵，强者去抢夺迄个弱者的时阵，遐受害者伫遐哀嚎叫的声。所以上主期待是公义，结果听到的是遐受欺压的人伫遐嚎叫的声。各位兄弟，今日这首歌真正是大转折，急转直下。咱看到头前咧讲
怎样咧照顾即个葡萄园？结果到尾啊，才知影葡萄园结出来拢是歹的。结果到第7节，诗人讲，即个葡萄园就是咧讲理啊。上主期待公平，结果是老岁太人；上主期待是公义，结果是听到冤枉的声，话冤枉的声。这段经文对咱有甚款的启示？我想咱为上要紧的关键的动词开始来看，就是期待甲失望。期待遐尼大，结果失望嘛足大。先知真清楚讲，葡萄园的主人是遐尼啊疼这个葡萄园，安尼无微不至来甲照顾，佮付出足大的辛劳，望互这个园会当出产上好的葡萄。咱拄仔读到伊一系列的遐动词，拢来表达园主的疼。伫遐掘土、捡石头、种上好的葡萄园，佮起守望台，佮挖一个窟仔。结果，这个大大的期待，互伊失望。短短的6节的中间，咱看见为积极正面的导向，真紧到无尽的破坏。内底上主要原因当然就是葡萄园失败，无法度达到园主的期待。结果到歌的结尾，就是讲上主决定要互葡萄园芳园，这也上定犹大国特别受掠、流亡、自生自灭将来的情景。这个期待甲失望的落差上大、上要紧的表现，就是咱拄仔所讲第7节的下半节。咱搁读一遍，就会听到迄个落差的声。伊所期待的是公平，毋过所看到是豺狼闹血；伊所仰望的是公义，毋过只有听到人话冤枉。公平甲正义这两字合作伙的时阵，拄拄啊表现亚伟对以色列的命令甲期待。伊仰望以色列会当成做一个出产真丰富，也会当实践社会积极的关系的群体。伫这个群体中间，无应该有剥削，无应该有滥权。但是以色列这个社会，因的生活方式，煞互亚伟大大失望。先知伫遮用足具体的两字，豺狼闹血，话冤枉，来讲起无公平的经济政策要带来剥削，无公正的社会政策要带来冤枉甲压迫。咱用台湾来做例啦，用台湾来做例，经济政策怎样会带来人的老血，安尼慢慢啊咧老血死去。台湾1996年开始，有一连串真济的工厂关起来，特别是纺织业甲做衫的迄个工厂，迄个因为工业的咱的迄个咱讲咱的迄种事业体的形态咧转变，直到公司就遣送这所有的员工，这员工的退休金领袂到，连资遣金嘛拢无求助，无位通摕到。所以后来咱知影，几若间关厂的工厂的失业劳工，就组成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全关联，因陆续进行一连串抗争的活动。大家印象应该上清楚，就是2013年有100外个遐成员对迄个火车路的月台跳落去铁轨，卧轨事件，造成全台湾社会拢真注目。迄互咱体会到讲，无公平的经济政策
嘛会害人老血。后礼拜咱进入到迄个哀歌的部分的时阵，诗人会指出更较侪具体的迄个面向吼，咱的教师会当搁定心过来看社会的真侪爱去关心注意的问题。社会政策方面嘛是会当为咱台湾的本身来做一寡分析。吼，社会政策若无公平，会造成什么款的问题？台湾的社会政策内底一项常常互人讨论关心的，就是咱的税制会无公正，咱的纳税迄个税制无公正。税制无公正，致到贫富的差距愈来愈大。啊，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就进一步会牵连到什么土地甲主体的问题。特别咱看见真侪少年人啊，真烦恼这个代志。10几年前，台湾发动所谓的漕运，漕运的这个运动，就是咧抗议讲，因为贫富差距，互侪人变做无壳蜗牛。大家毋知，阁会记得10年前，离咱遮无偌远，伫仁爱路的地堡头前，几千人伫遐大电路过暝，要凸显讲社会制度若无够公正，会致到人化冤枉，伫遐化冤枉即种的现象。用这简单的例，主要是要互咱看见，先知以赛亚伫遮点出来真要紧的信仰爱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公平正义。以赛亚书的神学主题：公平正义。咱拄仔咧启用的时阵，读的迄段阿摩斯的批，嘛同款讲同款的主题：公平正义。圣经内底规本册拢咧甲咱讲，上帝就是公平正义的记号。咱若读诗篇89篇、以赛亚第9章，还是耶利米第9章，拢会读到上帝本身就是公平正义的记号。创世纪18章嘛，甲咱讲，对竞选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就讲伊期待伊甲伊的后代会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今仔日，咱的诗人借着2组的即个双关语，嘛，将咱对迄个咱讲本来咧园艺的世界，吼咧讲种葡萄的世界，甲咱带到社会关系的世界，爱咱去注意上帝所关心的是公平甲正义的问题。当咱无去完成公平正义的上帝的要求的时阵，葡萄园会去放弃拍远，犹大国也因为安尼流亡毁灭。讲到期待甲失望，毋知逐个人有即种经验啊无？咱捌经验过无？若拄着期待足大的落差，互咱失望，咱会怎样回应？咱可能真认真。伫疼惜培养咱的囝儿，期待咱的囝儿将来会当成做有路用的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当因互咱失望的时阵，咱要怎样回应呢？毋知咱有即种经验啊无？啊，咱为遮去想象，上主耶和华当伊嘛经验到同款的落差的时阵，伊会安怎回应？以赛亚书甲咱讲。上主会愤怒，上主会处罚。不过，以赛亚嘛甲咱讲，伫迄个以后，上主有恩典，也有慈爱。这是以赛亚真要紧的主题。今仔日这首诗，先互咱看见这个期待甲失望中间的落差，这是咱今仔日这首歌上要紧的主题。今日经文其实也有互咱另外2个较细的信息吼，咱来伫遮嘛简单来做分享，就是
这个葡萄园的歌吼真有意思。到新约的时阵，咱的主耶稣家己摕伊来做譬如啦。啊，这个譬如就是咧马太福音21章33节到41节，咱真熟的一个譬如。内底讲到迄个葡萄园的设计，甲咱今仔日的这首歌完全同款。迄个葡萄园的主人安那照顾这个园啊，甲伊种上好的葡萄树，啊，起一个守望塔，搁挖一个窟啊，拢同款。但是故事搁落去就有变化，讲到主人呢将这个园啊租予佃户，结果呢家己去旅行。到葡萄园，到葡萄要成熟的时阵，这个园主呢，期待讲有收成嘛，所以就派罗卜要去收成，无想到派去的罗卜去用拍，去用抬，遐派的佃户，后来派第2批、第3批，拢同款。最后园主讲，安尼无法派我家己的囝，就是葡萄园的继承人出面，因应该会尊重我才对。结果咱知影，譬如到最后，迄个继承人就是囝，去用杀出园仔刣死。耶稣用这个葡萄园的譬如，进一步咧表达，伊爱牺牲、受死，完成救赎的一个故事。所以今仔日以赛亚咧讲这个葡萄园的譬如，是一个故事。咱若将这个故事联想到新约的耶稣的譬如，会看到一个真有意思，就是救赎的历史的发展。救赎历史的发展，伫旧约内底咧讲起审判甲愿望，进一步到新约的时阵，故事的主角毋是葡萄园啊，是咧讲葡萄园主人的囝，就带出基督论真要紧的信息。咱若今日咧读这段葡萄园的歌，嘛会当去甲新约的譬如做某一种连结来联想。这是第2个，今仔日咱会当思考的点。最后一个点真有意思，就是先知在讲故事的方法。咱今日读这个诗歌的时阵，会感受到一个真有力的手法。伊伫遐讲开始讲的时阵，敢若要唱一首听的歌，无想到情节大转弯。然后呢，中拢无讲葡萄园咧讲啥人，悬疑在那里。到第7节才甲你讲，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就是讲就是恁啦。对遐听众讲，就是恁啦。园主呢，就是上主。这是先知真特别的一种文学的技巧。先悬疑，敢若迂回的一种手法，但最后呢，直接指向咱的人的心，咱的心会去用插着，插着。这真成撒母耳下卷真要紧的一个故事，就是大鼻王犯罪，伊去抢别人的某拔示巴，然后将迄个先生乌利亚送去做兵前线，去用刣死。所以用这种方法去抢夺别人的某，结果上帝派先知拿单去甲指责，拿单嘛用同款的手法，拿单去到大鼻王遐讲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好野人有足侪羊，伊边仔带一个送羊人，干那一只羊，伊足爱迄只羊，甲顾甲足惜命命。结果这个好野人有人客来的时阵，无刣家己的羊，竟然去甲迄个送羊人所爱迄只羊甲刣死，来款待人客。大鼻王听到这足生气的，迄个人是谁？甲抓出来。先知拿单讲，迄个人就是你。到尾大鼻王认罪，认罪。这手法伫耶稣的譬如嘛捌用过，但这对咱真要紧的提醒。咱今日咧读圣经的时阵，咱对圣经的回应，读到耶稣的故事，读到先知的故事，咱的回应是安怎？读到圣经的时阵，读到某一个经节，咱敢会想到讲
这是咧讲我，这经文是咧讲我。啊，是讲咱读到经文拢咧讲啊，迄个讲别人，咧讲啥人？先知讲就是咧讲你。古约圣经学者布鲁克曼提醒咱读圣经，最后一定要带出自我批判迄种的力，就是讲知影讲经文嘛咧讲我。当咱会当对经文领受到这种力量的时阵，咱信仰才会转变。才会成长，这也是先知存在伫咱中间真要紧的所在。毋望咱伫继续读以赛亚书的中间，时时会当感受到先知的这种气力，也成做咱信仰改变、成长的一个可能性。咱做伙额头来祈祷。稳定跳动的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通过葡萄园的歌，这首真讽刺的一首歌，带有真大的转折的一个歌，也互阮来思考。有时阵，阮活伫家己的世界，无法度去体会到上主的期待。亲像犹大国的人，上主期待公平，因却活伫无公正的经济政策中间；上主期待公义，因却活伫无公正的社会政策中间，直到有人流血受害，直到侪人伫遐化冤枉。恳求你将先知的声也放伫阮逐人心内，互阮知上主所期待的，就是公平正义，就是小浪一个水生命共同体的世界，也互阮愿意为着促成上帝国的临在，共同来努力。恳求你将这种的信息甲使命，拢放伫阮心内。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来吟回应诗，圣诗624首，圣诗624首，耶稣要出路，才能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有3项代志要伫遮来祈祷。第一，为着暑期儿童营的筹备甲辅导义工的邀请；
第二，为着今日中昼举行的新朋友欢迎会；第三，为着暑假期间外出学习甲旅游的平安，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请谢明如执事做结束所的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感谢你的保守带领，互阮会当做伙组织敬拜欧罗你。你是供应阮一切需要的上帝，是稳定满满、充满疼的上帝。阮要向你献上感谢。即时，阮为着教会儿童营的准备甲需要，向你祈祷。求主兴起教会兄弟姊妹出来服侍，帮助儿童营的小朋友会当欢喜进入教会，透过活动明白主耶稣。也为着今仔日中昼举行新朋友欢迎活动来祈祷，求主引带带领，透过活动，互阮彼此熟悉，帮助新朋友参与教会。明白主你，伫要来的暑假期间，求主保守阮出外学习甲旅游拢会当平安，互阮伫休困的时阵，嘛会当搁较体会甲享受主你所创造的一切。求主时刻甲阮同在，阮所奉献的一切，求你接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即时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
请坐。咱来看今日的周报。6月份的特约长老是阙明昌长老。通知事项第1项，新朋友的欢迎会要伫下昼12点半到1点50，地点是 B101到103的教室，欢迎新朋友参加。会中有准备午餐。第2，咱邀请参加教会祈祷会，是对6月份开始，咱有改伫拜5暗时7点到8点半来举行。第3，2004年暑期的儿童宴会，时间是7月初1到初5，8点，透早8点到下晡6点，拢总有5天。主题是自然、生态、艺术，欢乐圣经故事，户外活动。7月初3，要伫日东花园生态园区，需要有准备餐点、辅导青少年的同工，有意参加者，请林世宏长老也是办公室来插合。第4甲第5的周报顶面，这伫昨已经有举行过。咱来看第6。6月29的查经班的讲座，作家于杰《美好的仗》民主英烈传第1卷新册的分享，这是一个美国籍华文的独立作家。时间是6月29拜6下暗7点到9点，地点伫济南教会101到103的教室。第7是7月14新下礼拜日，有一个绘本的分享。作者陈韵如要甲咱分享《为爱远航》伊丽莎牧师娘和宋伊丽莎白医生的绘本创作见证。伊丽莎牧师娘是李修牧师的牧师娘，是咱女权运动甲白会字的先锋。宋伊丽莎白医师是宋中间牧师娘。这个时间是伫7月14下晡2点，伫咱这个所在。咱请罗克明牧师来主持，请陈永文牧师甲王兆文老师一只对谈。一个集体互相关心的大消息，徐美玲老师的母亲徐达敏玉女士，伫6月17安息，享年92岁，愿主安慰。2点的礼拜是6月28拜5，1点伫二滨。个别礼拜是6月30。下晡1点半，伫树林教会。有关团契的消息、青少年园地开会的通知、教会的消息、顶礼拜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周报。这时要请陈牧师来介绍甲请安。咱今日有几位来宾吼，一位是为纽西兰倒转来探亲的这个吴德雄兄。甲回太太另外是青玉姐的外甥女黄贝尔在楼顶在楼顶。各有位新庄行道会来参加的这个詹家节，请注意欢迎。我有看到迄个李全哲牧师伫遮这个长老我煞袂起名。戴长老戴长老欢迎。咱兄弟请咱彼此请安咱今上映圣诗391首，俄罗天顶主宰，因是后要请陈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
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帮赞，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阿免。请坐，密道散花。今早起第一场礼拜到这，后面中庭有地饼花，有需要带倒的兄弟，请到教会边仔雨伞卡。